我是阿叶嘞，我是料理先生，我好煮菜，也好交朋友。料理唔但想做得本人吃饱，也做得来群人老人之间的距离。我要用料理老大家分享我的想法、我的感动，还有我的愛。我是小虎，從這道菜，我係請來食好食的東西。故說我對料理同煮食都有興趣。我可以見日式烤肉店，特別我看到人食到好食的東西，表現出滿足的表情同快樂的笑容，這就是我真歡喜的事情。歡喜分享是一個有關愛、老分享的分享。我哋今天帶定歡喜分享出發，去拜訪台灣辛苦付出的勞工朋友。假使有看到我哋，歡迎分享人嘅食材，希望大家做得讓我哋共下來歡喜盼作哦。歡喜出發了，祝紅海大del是。到台灣有1100萬3個基層勞工，有一啲勞工朋友認真散漫嘅付出，唔驚風吹日曬，表出台灣安定嘅力量。我哋今天出發，去請一啲辛苦嘅勞工朋友，認識各行業嘅工作內容，還個用我哋嘅松鼠做一餐溫暖嘅料理，來為散漫做事嘅勞工朋友加油。花蓮的玉里鎮是全台灣生態的鄉鎮，也是東部的體力中心。當年的7月到9月是金針花開的時節，南方的花海度是金針花農最心痛的時候，也是乜個原因呢？今日就看我哋認識同天空搶時間的人，金針花農。哇，你看，一幾片的跟花海耶！哇！你看，你剛下用彎來彎去，行暗夜嘅山路，來到就會遇到看一暗江嘅花海。唔過基本嘅啦哈，來到一片咧係玉里嘅刺客山，專門就係種呀金針花。這個看到有太平哦。係啊，一下又係金針花嘅季節。看金針花，然後有金針花後罩。佢當然落去切。望泰國，對，你這個一刺客山啊，我之前就有來老了過誒，這樣時啊，咩係呀花開到幾片咧，愛用東江嘅花色來嘅，然後來看到哇，呀規山咧嘅花，來老山花嘅用嘅心情非常嘅好，然後翕當到嘅相片，轉去做紀念。黃大哥，安周晴，你好，哇，好久不見，這麼早就出來採金針哦？是啊，很早，天亮就來了。哦，你們大概幾點要出發？可以看到金針就來了，大概5點半到6點。所以你們都住在這裡？我們住這邊比較方便。從7歲就開始採金針，然後現在我已經59歲，將近60歲，那應該是40-50年了吧。我對金針又愛又恨。恨的是沒有暑假，又愛它有沒有？它現在已經可以開花，讓遊客有沒有？然後開放整個視野，然後遊客進來，我們視角、我們知識聯繫不一樣，讓我們的視野有沒有哈，打開了一扇窗。這個上面大概有多大的面積在種金針花？我們叫刺客山，我們刺客山總共有380幾公頃，然後農戶將近80戶左右。我看那邊的比較黃，比較漂亮，為什麼不採？要採這個不漂亮？那留給你遊客看的，觀賞用的。那這個是要吃的，這是採收的，這是要賣的。那這樣子一天要採多少？這個今天要200多公斤。200多公斤，是不是很缺人？缺啊！我們今天可以來體驗你的工作。好，那我們去準備啊。哦，最困難就是不能睡好好的覺，早上5點起床，然後就是去採金針啊。那最困難的時候還有颱風，那早期比較困難的時候都要事先用請工人把米、菜帶到刺客山。你嘛要先帶等啊？
对，然后你的左手，这个左手，对，然后再绕过去，右手伸出来，嘿，对，哦，你好厉害，像背书包一样。对，那你踩的时候顺向，一个拇指跟食指有没有这样？然后它有一个关节的地方有没有哈？关节。不要硬把，就顺着它关节地方滑下去就可以。对，好，那可以做了吗？今天的目标是一日花，二日花不能踩，那这个就旁边要观赏用。对，这个来，哎，对，顺着方向，你的手要过去，不能说它顺着方向，对吧？就会听音乐就会开发。雅丽进步咯。看到嘅。全部嘅植花嘅公園啊，擺定伊咧卡棒誒，然後就會留嘅植嘅花標到嘅卡棒嘅地度，佢一種都黏，其實一蟲呢。金針花它的那個產期是大概是什麼到？產期大概是40幾天左右了，就看它花蕾了。像你這個一束花，像這個一束花有沒有？你注意看啊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然後這邊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它總共有16個花苞。那16個花苞，但是它們是每隔1天、每隔2天，有沒有？我們這樣幾乎是每隔2天，它就可以採收。就是看我們自己老闆吼，他顧得好不好。如果顧不好的話吼，它花蕾比較少，就是它產期就會相對減少。那顧好跟顧不好的區別在哪裡？就像這個長得很高，像長得高跟到肚臍有沒有？可是平地像這個平平哦，我這顧的平平有好處說。它採金針的時候，1天下來，它不會腰酸。它如果很低的話，哈，腰酸變駝背，它整個有沒有？到時候就像我太太今天去住院，她就是因為她太過於勞累，有沒有？她就是採金針採來的。對，不是長期性的。採金針最怕的就是說有坡度會比較好，但是像平地的話，哈，有一個缺點，長得很矮。那很矮的話，小孩子他採金就不會那麼累，就是我那一塊去採金的話，看起來它就不會腰酸。顧得好不好，有沒有跟蟲害會有關係？當然有啊，不過金針呢，這個時候它算蟲是，它比較怕蚜蟲而已啊。蚜蟲就是白色的蚜蟲，它會吸食它的蜜源。哦，那要怎麼樣子防範呢？就是一般的用有機農藥。黃大哥，像這樣子的花期只有1個月的時間嘛，所以說你就要很多的人來一起採咯。很多人對。那他們其他的時間？當然我們這邊有很多，就是說有的是親戚朋友，有的是他自己有種稻子，有的是種果樹，有沒有？然後這個時候都是農閒，我們就這樣拜託他們採金針。然後他們採金的時候，有時候回去可以貼補孩子的註冊開學的費用。就是互助合作啦。對，我們邀請他。一群人，然後他這個產季他是產什麼，他就去採什麼啊。這個時候剛好是採金針的時候，就大家就一起來。哦，是這樣。哇，我看到。就是前面還有蠻多，就是姐姐、阿姨他們都在採哈。那我也去看看他們那一邊的狀況。好，過去好。來太哥，來，講因為雜，較夾，較夾，你樹一樣。樹一樣記得一下去吼。木地方哦。木地方。拗公爽。哦。托下去。拗公爽種就施工啊。哦。我用頭先講嘛，摘金針摘嘅揾樣呀，樹喺魚眼皮啊。會啊，樹眼皮都動作唔錯啊，動作唔錯都要魚眼皮。一金針法因為呀，一開始種嘅橋當做嚟摘。啲3年頭哈，3年頭家己都不太平。嗰度前3年冇翻學生。前3年是翻到而且家到個大病啊，我做金針嘛，要33年的，最辛苦的都係開剪嘛，開剪吼，還有都鏟草啊，開剪啊都拍土拍太條嘅草啊，然後用腳頭去鏟草，鏟好伊會將芩拿苗去種，金針苗去種，種嘅哈，天然大家都係當辛苦啊，無法度生發，冇一份生發叫做去打工啊，佢就去芩度去洗做，嗰啲洗做嚟補貼，冇解嘅生發啊。嚟睇個，你哪客家人啊？我係苗栗客家人。苗栗客家人。石潭人。因為盤山溝也叫單人啦。嗰是阿公時代啦，阿公嘅時代啦，時代記。阿公嘅時代就來。
这种是有，你讲个食谱啊，食谱脱屑啊，就做个偏见的蔬菜嘛。偏见蔬菜个土地冇讲当肥，土地冇当肥。没有你木影中啊，你没有？啊，土地冇当肥，所以你讲其他就过来两片哦，过来片，两片那土地哦清以后，那就可以传汤，做青豆金针的料理，炸啦，用炸金针花啊，焖那种的面粉，米稀以后。大姐，你看我这样采的对吗？哦，对哦，漂亮哦。啊，那我这个放在你袋子里啊。好，谢谢。你今天要采多少啊？要全部采完了。全部采完这一整片哦。对。哦，几点开始来采？我们很早，5点多就下园，天一亮就下园了。我为什么这样手会黏黏的啊？因为金针有金针汁嘛。有金针汁。对。金针汁甜甜的呢。要采整天？对啊，花多要采整天。今天是没什么太阳，如果大太阳也要采吗？要，下雨台风都要采。下雨台风都要采？对。风雨无阻。你不采它就开花啦，就不能晒干啦。对。看佢哋，全部跳来的，然後佢哋滿花，佢哋咩水葉肥蛋，唔過佢哋行喺中央，冇停下來。就提供佢哋喺同一段時間，佢講佢哋要夾雜，冇雜太做唔得，就會有時間嘅壓力。你們覺得最辛苦的是什麼？辛苦啊，就是太陽大。那這樣你們中午吃飯吃什麼？中午，我們幾乎沒有休息嘞。沒休息？中午沒吃飯嗎？就採到晚才休啊。真的嗎？啊？認真吧？太認真了。啊，我下肚子就搖呢。中午2點鐘，因為記得咩酸葱用稱的咩吼酸鹼的，故說時間就會記得當蔥油嘅掌握嘅，然後時間做上腳嘅，記得食就會安樣。你也是住在這當地的居民嗎？沒有，我住高雄的。你住高雄？我每年都來玩。只來1個月嗎？1、2個月。1、2個月，專門為了來這裡採金針嗎？我來玩，順便採，一面玩一面採。可是看你的動作完全不像是來玩的，你好專業哦！你這樣子來玩了幾年啦？我在這裡面最慢的。最慢的哦？沒有，今天你不是最慢的，最慢的換人了，換我。有摘豆豆嘛？你看，看那个就哪摘的呀？偏影树光暗色。黄大哥，我们采的差不多了。那接下来这个采起来的要怎么办？但是我们要直接干燥，要是早回啦，用温度把它烘烤。哦，那这样子我们要带我们去吗？对，我们就去他家了。理由。好，回家。我们今天带了采烘金针的达人这边了，那叫林德昌。林大哥好。那就交给他去处理了。那我要采金针了，我先离开了。谢谢。这边好一点。林太哥，我们热呢？对呀，采了很多的金针，是要直接放进去吗？就要用那个这个。来装下去才能放进去。我哋摘好嘅就來配嘅金針花。嘅地度色彩當然，雖然講就講全部送到地度去就好嘅。我哋咩唔是講做乜嘅苦色啊，唔過你去嘅地度就會動手，然後動帶唔係啦。你這些是已經烘多久的啊？這個已經是有2天2夜的。這個2天2夜，那總共要烘多久？就大概2天2夜。張講啊，天物嘅2、2、3冇成日的，因為要倒去乾燥間哦。阿妹啊，叫小潮，咁啊2日2夜啊，佢加菜鹽是皮喺旁邊，冇乜嘢都會掉。
不需要再加些什么东西？不需要，完全是没有。热源是哪里来的？热源我们就靠木材，烧木材哦。烧木材为什么要烧木材？是因为它的香味的关系吗？以我个人的感觉，应该不是啦，就是说，主要就是说节省。我们比如说园里就有一些废的木材，那我们可以就节省一些能源了。那这样子烘一天大概要多少的木材？木材哦，一般都应该在10-20个吧。什么木？一般的话，杂木都用啊。杂木？对，都用。哦，那里面的温度大概是多高？温度的话，我都控制在大概40多50左右。哦，要有在背哎。哦，有没有要这个？40多50左右。夏天的话就是满头大汗。对，我看那个外面卖的包装上面都有讲说无添加什么黄硫还是什么硫？那个二氧化硫。二氧化硫，那是什么？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无硫？强调无硫就是说，之前我们传统的金针都是有，比如说有新硫啊，有的浸泡它里面也一样是含有硫。硫它还可以保存，就保鲜或防腐。它在比如说那个金针干的话，它的湿度不用那么干，它就可以。所以你这边是都没有添加？对，完全没有添加。如果我们出去买，然后不想要买那个有加硫的，它有可以看得出来吗？一般有加硫的，用闻的是最清楚。用闻的？用闻的话，它闻起来它就是有一种什么味道？就类似我们硫磺水的那个味道，有没有？可以用一种方式，就是像刚才我们用吃的，我们用咬，你跟它摇一摇，你会感觉它是有一点酸带。或者酸酸的，对，酸酸的，或者一点点咸，或者怎样，就这两种。酸跟咸，对，这两种。记得。好，汉语都我们买松牙的时间，你就吃康啦。好，油按用酸咸，然后又有按用的硫磺的米西嘛，你就莫买了。可以啊，汉语都还最后来10下夹。哇，很快，鸦片按开腿耶！好多的钞票在这边哦。啊，200多斤，只剩下20多斤哦。对，你是果王。对啊。你准备换几颗火龙果？当然是越多越好。那好，事情就越多。爱枪一式红牌，他一个恐怕会大掉戏。你做这样子的工作做多久啦？我7岁开始采金针，20几岁就开始就有做这个了。不管你太阳再大，一样要采。你说下雨天照采，台风天也一样照采。我觉得这个是蛮辛苦的而且是连续性的，并没办法休息，因为它是一日花。如果你今天不采，明天就开花了，就没有用了。有没有什么诀窍？没什么诀窍。没什么诀窍，最主要你要平均啊。平均。不要太大力，对，用太力太大力的话，这个金针会断。就没可能卖相就不好，对不对？以前的古法有没有不同的流程？最早的话是先采回来的话，我们就先用针的。用水蒸气去蒸，水蒸气蒸，要蒸到什么程度？蒸到就是这个，我们这样按起来就有点软，有点熟那种感觉哦。再去晒太阳，比如说你晒得比较干以后，你要还去熏流，再去熏流。那工序比较多。都皱皱的，是不是？蒸过并不是皱，它就会把整个那个什么。那个外观看起来就很紧结，很紧结。对，现在我就把它推进去。2天2夜后见。对，2天2夜后见。这个只有这台机器吗？没有，还有一台新的，还有新的机器，新的。我可以看吗？可以。哪里进口的？那是怎么讲？农委会有补助那个什么加热的整个设计是我自己想的。哎呦，请工人来做。你那条路吼，真紧聪明，真真苦。佮连泰国吼，因为个善良变态的吼，我加上佮农业费有补助啊。真紧杀鸡出一头，行较太行较好用的机器呢。哇，很快，鸦片按太台耶。那用设计较懒实的设计咯。用哪个？加一盘把它紧装，一直装一盘就是装按台盘。哎呦，也就智慧啊，设计嘛。哎呀，也金铺啊，这就是你自己设计的。对。当初为什么会想到要设计成这样呢？因为外面我们去看那些，比如说在做茶叶的啦，我们就看说，我们是不是
们金针也这样做起来也蛮也可以用这样子啊，所以就自己想啊，后来就请人家来用。啊，有差吗？那之前的传统的跟现在这样的有差吗？那这样子的话做起来量大，啊又轻松，就比较不用出人力了。对嘛？要不然呢？那这样怎么出来？对啊，这样拉了就可以出来了。哎，我的想法就是说，像我们用旧的这个机器有没有，都全部都用人力去每天要就是一天一定要搬的大约100-200个这个什么这个冰啊，我们台语讲的叫冰啊，它就是铺金针的啊。我们铺好以后就要搬上去，全部都用人力呀。啊，现在我觉得说做到现在有点老了，那力量也就是说越来就是说以那样蛮吃力的啊。我就想说，看外面我们看的东西，我们就可以会改变的，会用机器去把它代替。哇！看到好多的钞票在这边哦。这大概有几斤啊？这个的话，可以装几包啊？最新鲜的时候应该是大约250斤左右。250斤。那晒干之后呢？晒干可能就在20出头，23、22斤的干的也应该有了。哦。啊，200多斤只剩下20多斤了。对对。啊，跑掉这么多？10或10比1啊，11比1这样子。哦，跑掉这么多。要看天气，如果下雨天的话，那一定是11。哦。啊，如果好天气的话，应该10比1，10斤才烘到1斤。哎，问题很买的时间还趁早的呀，很强的哦。难怪个金针还蛮贵的。对呀。哦。哎，那个这个我摸起来应该是1日1夜的哈。还没有很干。对，它还没有干，里面它还有湿度。以前的话，像你像台风天有没有？一风一大，整个真的第一个像是我们的屋顶被掀了啊，这个金针台风打了以后啊，真的就是说，1、2天、3、4天，整个那个花蕊全部都掉光光，所以那一年的那个收成就变成非常的少。我说也还蛮有早哦，也过来过晒米上来。明天见。你就来包装，包好就做的卖耶。没有一重乱包吧？对啊，你那个我们这样大概要称多少？这个加袋子的话，至少要106。哦，106克，106克。哦，这么轻哦。那平常这个工作都是这位大姐。哦，这是我妈妈。哦，妈妈，林妈妈啦，林妈妈你好，你好。那她是偶尔就是帮我一下。哦，真的哦。哦。哎，林妈妈采这个金针采几年了？你有家己办无？啊，你有办过金针花无？有啊，有哦。哦。你办几档啊？哦，办20几档啊咯。20几档啊？40几档。哦，啊，即马退休啊啦吼。即马都80几岁啊。啊？你80几岁？看袂出来吼。那安尼？那安尼？食这保养的呢？哦，食花保养哦。阮的囡仔10岁啊，就40几年啊，要50年啊啦。阮后当时啊20-30公斤啊啦，20多公斤啊，逐工无病济啦。啊，到遐个平素慢都完了呢。我们这一次来啊，除了体验你们的工作以外，然后也要办桌给你们吃。这个当食材，我们2个要煮。对啊，这个当食材很好哎。对啊，所以说我们会拿一点这个去煮菜。好 ，OK 啊，没问题。然后还需要一些食材，然后我们可能要去找一下。如果需要一些食材，我们山下有一些就是种水果的，种水果也都不错啊。什么水果？像火龙果啊。火龙果，这么棒的任务呢，就交给你了，不用强健，就很美啦。跟油嫩呢，你睇得出来呢。马上讲，你阳光男孩，你当然是要去采一下火龙果。哎呦，这个阳光男孩。要用这种来做就好啊，懂吗？怎么走？这样下去找他就好了要。对啊，下山了。我饱啊。还用走了就好了。你十地位哈，早到地位啊哈。到去林泰国，你算你自在个买火龙果都去倒吧。好像贵满嘢，好牛马路上就塞起来啊。
我来七个像某个国王啊，我自己演那变呢。哎呦，安太 Q 我摸鱼弄，摸鱼还没好哎。国王，哎，我在这里。哈，你安哦，你是国王？对对对。哎，我被人家叫来找你，然后我要来换火龙果呢。哎，好啊，等一下我们就里面这里做。哎呦哎，这有嫩呢。这有刺也会吃人呢。对啊，所以火龙果就是因为这个刺哦比较麻烦的。你现在现在就是要套网子。套网子？嘿，什么时候？它多大时候要套？这个花拍完之后要把这个花苞拆掉，拆掉之后我们再套网子。真的有刺。套网子的用意是？套网子的用意就是防止它受到伤害啊，或者一些鸟害啊。鸟会吃啊？对，就让它不要受伤就对了。哦，那就这样套起来就好了。对啊，一夹子。还拿那个什么牛皮纸袋啊？啊，牛皮纸那是后面的。哦，先这样就好了。对啊，你准备换几颗火龙果？当然是越多越好啊。那好，事情就越多啊。好，我拼了啊。对啊。小五哥包的怎么样了？妥当。哦，我来检查看看。妥当的啦。哦，不错不错。还有朝天的角度我都算好了。真的。对。哎。好，那这些就是你今天可以了吗？代价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哈。耶。等下哦，为什么有的圆有的长？这个圆的，红肉的，这个比较长形的白肉的。哦，哪一个比较甜？红的比较甜。红的比较甜啊，白的是酸甜。酸甜啊？对，这都我的哦。这都你的。我的哦。好，今天打工够了哈。够了。Yes。莫想到哎，一碗简单的面啊，按多个手工啊，没用。哎，你嘎穿。请问一下，我抓这个是浪花蟹吗？不是。啊！有，哎，你都收一下，这牙不会就腐啦。变相变好咧，刚下下你金针花要摘嘅，然后火龙果要摘嘅，嘿，压下三下来你就芹菜。市场向导，你这个留一片就西的，怎么看见党后生的面啊？玉里面啊。哦，那玉里面啊。党后生。市场有买？不是市场买，买来做。根本也就爱做个面来煮一餐。真给他搞哎。滚金针花东西。那一周面。看爱，然后就芹菜就好。哦，讲啊。哎。好，来啊，来市场啊，来。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哋客家电视台欢喜盼作，今日来到玉里吼，可以盼作本当辛苦的种金针花的供应商。咁今日我哋欢喜分享咧，就表一个蔬果行的门口，希望有人分享人的食材，安住先。哎，大哥好，我们是那个客家电视台啦。客家电视台。哎呦，客家人哦，哎呦，庆好。哎，我哋欢喜盼作嘅节目啦，今日来到杨玉里吼。唐公也同玉里人请。哎，刚才在本乡，俺就收集食材，我煮饭唔嘅种金针花嘅供应商啦。哦，俺本乡咧就比方嗰邊嘅蔬果行嘅門口，沒有人家乜嘅生唔推啦吼，佢係人嘅愛心啦。誒，即個種菜行啊好，腳雞腳鴨行啊好，係分享人嘅愛。好，都喺蔬果行前面哦。好，咱睇下隔壁連沙講啊。安先，麻煩咯。好，麻煩。希望佢哦，真嘅。聽書嚟聽大家講宣傳一下，因為吼別在貼嘛，俺會來嘛，一定給他厲害啊！哎，我們是那個客家電視台啊，歡喜辦桌，今天來到玉里吼，要去辦桌給那個辛苦的金針工人吃啦。哦，我們那個歡喜餅是分享食材嘛，啊，你們有什麼多餘的菜啊，吃不完的啊，或者你們的愛心可以分享的話，我們放在那個蔬果行前面，請大家告訴大家哦，謝謝。
哦，也台做面，我今本要去煮菜，我给摘金针花的，金针花农生，想我来让打工换物，好嘛？好，万一包的面，你煮菜比较生，好啊。我今本呢就想讲，羊肉里面。除了你做的食道以外，我还唔系做的拿个肉里面嘅原料，就冇煮过的面来煮看奶，会煮出肉的口感，就会想要吃看奶。那个主持人要跟你学煮面，可以吗？好。那现在这个面是要怎样放？通通放进去吗？对，我们要那个水滚的时候，全部。哎呦，我讲下干嘛？哦，看佢地度嘅个洗牙机嘅，哦，同佢落嘅面嘅时间，唔係咁簡單嘅，唔係講哦煮比熟嚟就好，佢唔可以熟哦。頭講樣講叫8分熟就好，佢8分熟一樣嘅去炸，佢就愛靠經驗。我刚刚听他们讲说，你们要来煮一餐给那个金针花农吃饭，然后因为我们这边玉里，金针花也带了很多的观光，然后我想我来分享一下。冇想到一碗。简单的面啊，按多个手工啊，还有到身边啊，我规碗的是强，冇打送啊，全部就会他家全部辛苦嘅手工。哎呀，这个面做谁做的嘛？做的，冇来搞乱啊哈，有来捣乱吗？不会哦。那这样子要跟你就是换一小包面，有啊，来去煮菜。耶！你看，使命必达。我让讲，我要去前面，就听说前面多面，我去工厂去做诶，好势去啊！系啊，玉里面啊！系啊，我聽講啊，樣辦？唔是傻批啊，有做我捱沒有做功課啦。你做乜功課？唔會做面的嘛？係啊，捱會做母蟹。你做母蟹？等下帶你做母蟹。我等，先看翻去裡邊就拿到乜個東西嘛？哦，做母蟹，哎呀！哦，我看真有可能做母蟹哦。攞的吼，乜嘢啊？番薯，苦瓜，筍誒，香菇，哦，葱誒，哦，冇肉。你夾菜。好。準備好嘅哈。母蟹用嚟煮啊？冇人用煮啊？煮湯。哎呀，我煮面嚟煮。用整呢？我想辦法。要不要出來？我特別有做功課。來到台東花蓮嘅參嘅哈，一聽到這種東西，一種東西，叫做浪花蟹，就是廣府人係咩鬥退路。哇！我等下就要搭邊做下講嘅啊。鬥退路。母蟹。哦，安太太一定做得到。哎呀，做。就做啊，就熱啦。跳到海底度。唔是，海順就要誒。就講呀。有水。如果衝上來要倒退，路上要倒退路。佢就用前面就走。來。我用這個力氣看啦。花蓮呢，這年的冰料吼，我土生也料會順料啦。這位大哥，請問一下，我抓這個是浪花蟹嗎？不是。這不是哦。就很講冇肉。也沒有。他趕緊的。大哥你好。我條件邊了呀，做個浪花蟹，然後煮出來，去盤做，有個雜金針花的。唔會做浪花蟹嘛？小可的啦，小可的。安樣會做？原來吼，你泰國講嘅係話，
佮咱发现吼，无安在啊，我先拿东西相机怎么出来啊？佮讲的吼，应该做得对盘吧？我監住，監住。有，用吧。可以有，看一下前面。有啊。哦，有速度咧。要听就会让花谢。要向搏命演出的吧？对啊，你都做嘢上，即牙崩嘅就唔啦。你哦，搞嘢平啦，哦，等埋就同我炸掉屍太好啊！好啦，歡迎拜託下。你邊我做一盤你嘛？那佢入開始都要讓花謝哈，你話你搞一下平哈，這平係你炸掉屍哈。我覺得他們這個概念很不錯啊，想說把我的抓到的食材提供給他們去分享。哦，夾落去啦！哇！比如19點鐘哦，張老都要熬住攀作。不過咧，其實太地已經係靠出不過啦。進嚟哦。呀，天一出我爱煮的就是呀金针花，然后有的会冲上海的菜，里面爱来用烤麸，也系面粉做的面，然后面粉然后个筋然后射出来就变到哎样，烤麸，好，然后就面筋，然后我一下爱煮呀黄先人爱用炸，好，然后我一片先来炒爆香。黄色，哇，好，一下我就留一放进去，哦，葱点来了，原本嘅主角就是呀，炒的金针花，好来放进去。平常时啊哈，金针花就是皮角，点缀，因为当归，对吧？根本嘅。主角，調油，然後少糖、米酒。
面好吃。好吃的。你的炸酱更好吃呀！黑后面叫开口松来耶，皮皮哈，沙浪花蟹啊。爱唱一首红牌，爱家中牌大条西。鸭不能煮，我煮吗？有煮糕嘛？没有煮糕。盲西管之前。哦，大家嘅西管咧。哎。哦，日日係盲叫開發。一般吼，金針花就拿你去找豬頭咪。哎。上來咩豬頭冇啊？咩？係鳳燒。講找嘅啊，一般都係豬頭咪嘅嘛，係叫找嘅啊。今日冇豬頭。金沙。哦。我做金沙。先來炸。哦。大咩數嘅事情嚟啦，唔係嚟炸。我咪做的大美薯呢？冇啦，大美薯就好難炸。也可以預手，那。咩係自動？咩？我講係啲搬搖盤都會變鳥吧？唔，加水啊，蘇打粉。我說，哦，我先用面給他們蘇打粉，會層泡嘅。其實條家聽人講吼，炸法頭是較甜。唔過吼，當大考驗，唔比好炸嘛。呀，最愛做到嘅浪花蟹，呀，迄海邊叫泰國送來嘅，記唔記吼？炸浪花蟹啊，來。煮好咧，規裝作嘅，按人要籌齊。久等啦！啊，大家久等啦！哦，不是等久，不是等久啦，但是不用等啦。哦，那根本日咧就邀請大家來，是看下佢愛到煮嘅野菜。拍你照哦。要不要人玉里拍照哈？金針花係主角，浪花蟹咩係主角？亞中央係給的較夾實嘅東西啊，嗰時一開始做講，還為了班門弄斧。是不是第一次坐在戶外，然後後面有金針花吃飯？有長嗎？是嗎？有沒有很浪漫？對啊，哈，浪漫。因為平常的，你們就是採金針花的時候，就算是在吃便當，也是在戶外，還是在室內？都磨汗啦，搭啥咩？坐定都濕嘅。爬爬就都爬爬，如果做些咧，唔會講啊，坐定得噶，坐定哦，都空下坐嘅，跟慢慢的學。我教阿勇是潘種料理啊，哈，那鴨哈就會果王哎，對啊，唔講都要，要哎，哎，要不要你潘種唔關你事咧？對上海乜嘢？本嘅金針花農啊。咁唔知道要怎做哈？有你魚目混珠啊。用嚟講。見咩火龍果嘅？係啊，
你不是火龙果的吗？对啊，我种火龙果，因为还有山上还有种金针啊。所有的农作物啊都有季节性，火龙果在6月份开始，你金针呢就是这个8月到10月。所以说这里有农地的哦，大部分都会做很多东西。但这几年哦，因为这个工人的问题哦，农工很缺啊，乡下地方农工很缺，所以说我们工人都会换来换去啊。你今天来帮我采，我明天我就帮你采，后天帮他采，大部分都会这样子叫换工啊。我跟你讲吼，还是我同做地吧，最大地主黑记。用板讲，你们去做个啊，衬衫啊。啊，这是一年四季哈，一年四季拢种按样做。做咧管咧吼，你去晾衫嘛？啊冇啦，做咧管咧吼都见作人都冇感觉讲要用板。冇，敢有一听有安样的刻板的印象，就讲哦，你讲的种田的就听说做到样的，敢有？是冇啦，唔过种田呢，伊则见人烦乖乖啊。讲我深的吼，快要挺通了，潘，调试了安燕潘不了。呀，面我来搅一搅好了。谢谢。你是好，伊要煮哦。你要记，加1分。哦，玉里面好吃。好吃啊！你的炸酱更好吃。其实要用里面老，就讲东头地方的面，我妈中央，就讲这个面它硬笋啦，比较 Q。这个就是我们去打工。你去打工是我去打工，我们去打工。真的，我觉得农作做农作是真的最辛苦了，要看天吃饭。然后都不能偷懒。辛苦，来，谢谢大家。大家辛苦了，还好有你们。让我们有金针花吃跟看。对啊，又有金针花吃，然后又可以观赏，然后又有火龙果可以吃。对不对？还要谢谢我们在那个海边的那个大哥，还让我们有那个浪花蟹。浪花蟹，这个后代都跟海巡游拄到一个鱼给片做浪花蟹给泰国，真个后代本来想讲抢伊来食饭啦，结果佢咩要做生意，要做头路，冇办法后来，故所就知道当遗憾，什么哦泰国。坚持梦想，我感觉幸福，因为有你。